Hello，我係 JK 啊，有咩想問，我盡量答你啊。春天濕氣重，想煲淮山湯啊，淮山要點揀先好？其實好簡單，想潤燥生津，用鮮淮山；想補脾胃，用乾淮山；日常保健就用蒸曬；虛症明顯嘅咧就用生曬。哦，原來淮山有咁多種㗎？係啊，最常見有4種。第一，鮮淮山。即係新鮮出土，切開有黏液，口感爽滑。第二，乾淮山，顏色偏白，部分會硫磺處理防蟲。第三，生曬淮山，天然生曬，米黃色，表面有皺紋。第四，蒸曬淮山，蒸熟再曬，顏色咧會較深，味道會甜啲。哦，咁功效有咩分別先？鮮淮山生津益肺較好，黏液多，可以保護胃黏膜，適合口乾、消化力弱人士，但補脾功效會稍遜乾品。乾淮山經曬製後，補脾益氣更突出，適合脾虛、胃口差、大便稀爛嘅朋友。生曬補氣力較強，但較難煲出味，而蒸曬性質更溫和，味甜又易煲腍，適合一家大細日常保健㗎。咁點先係靚淮山啊？鮮淮山揀粗身不直，重量實在，表皮完整冇黑斑，切開肉色潔白，黏液多。而乾淮山要揀米白或淡黃色，有清香，冇酸梅味，質地硬淨少水。咁有冇食療好介紹先？呢兩款食療健脾祛濕，性質平和，最啱春天保健祛濕。如果答到你嘅疑問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呢條片俾你朋友啊！